美国国务院在12月的官方推特上发布了一段录像，称中国消除了维吾尔族的语言和文化。他说，中共在东突厥散地区的学校中，对维吾尔族学生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成员将其母语的行为进行处罚，并禁止在学校内祈祷和穿着任何宗教服饰。报告还详细说明，家庭探访次数保持在最低水平。声明补充说，当局禁止以中文以外撰写的任何语言文学作品。学校传授习近平思想，而不是思想自由。新一代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共停止消除维吾尔文化和语言的行为。正当美国政府针对中港官员加码制裁，一直关注香港，由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关于对中政策国会议员联盟也召开听证会，包括执政自民党在内的跨党派参众两院议员要求国会尽快制定日本版马格尼签基法案，制裁违反人权、涉及香港以及维吾尔暴行的中港官员。关于对中政策国会议员联盟是由日本国会超过30名跨党派议员组成。联盟日前召开听证会，国民民主党众议院山尾智英里、执政自民党众议院中谷元、自民党参议员山田弘、自民党众议员长岛烧久等相继发言，促进日本国会制定日本版马格尼签基法案，对违反人权的外国人问责。山尾智英里表示，日本目前没有机制制裁打压人权的人士。随着更多民主国家相继订立人权制裁法案，促进日本也应该跟进立法，制止中共对香港以及维吾尔人的暴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12日接受美媒体采访时说，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撤启出于一己政治私利，编造谎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月12日接受一电台的电话采访，谈到多项外交议题。被问及美国对台支持问题时，蓬佩奥回答说，措辞正确总是很重要，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里根政府所做的政策制定工作中得到了承认。这些政策美国至今遵守了35年，而且两党政府都是这样做的。不，我确实认为事实上这是两党性质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对蓬佩奥的言论回应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正告知蓬佩奥之流，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都会遭到中方坚决回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我们感谢他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于台湾民主的肯定。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确实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事实，也是现状。中国外交部祝贺拜登。中国外交部13日说，注意到美国和国际社会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祝贺拜登和哈里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这次美国总统选举的反应，我们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同时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美国11月3日举行总统大选，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迟迟不向拜登祝贺。目前，拜登预计获得306张选举人票，特朗普则有232张。随着结果的正式公布，美国新选出的政府总统将在2021年1月21日就任。特朗普政府星期五将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剥离其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业务的最后期限从原来的11月12日再延长15天。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将原定的2020年11月12日的截止日期延长15天，以为有关方和委员会提供更多时间，以符合特朗普总统8月14日发
发布的命令的方式解决此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命令中要求字节跳动和 TikTok 在90天内采取具体的资产剥离和其他措施，以应对字节跳动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